家長可能會有個疑問嘅，咁如果我懷疑或者我睇到我個小朋友係會打鼻鼾嘅時候，究竟點樣可以知道佢係咪真係睡眠窒息症呢？咁當然就需要做檢查啦。咁首先你可以帶佢睇你嘅兒科醫生或者你嘅耳鼻喉科醫生，可以同佢檢查我哋佢嘅上呼吸道啦，睇下有冇扁桃腺嘅肥大啦，睇下個鼻腔裏邊有冇其他導致佢鼻塞嘅問題啦。咁樣呢個做一個初步嘅檢查研究。要真正斷定係咪真係睡眠窒息症呢，係需要做一個睡眠檢查。睡眠檢查嚟講嘅話呢，就大部分都要入醫院裏邊瞓1晚至2晚。咁喺瞓覺嘅時候呢，咁工作人員會幫小朋友身體裏邊呢就黐咗一啲儀器喺裏邊，去檢查佢嘅腦波啦，去睇下佢呼吸嘅情況啦，同埋睇下佢譬如周圍頸啊、個肚啊或者係手腳啊肌肉嘅喐動情況。咁我哋收集咗1晚嘅數據之後咧，再斷定去睇下佢係咪真係有睡眠窒息嘅情況出現咁樣樣。咁或者會話有冇啲乜嘢預防方法，或者可以係減少小朋友有打鼻鼾或者睡眠窒息嘅機會咧？咁第一樣嘢啦，肥胖係一個睡眠窒息嘅主因，咁所以嚟講嘅話咧，要諗下點樣可以減少或者係避免小朋友會屬於過胖嘅肥胖啦。咁第一樣嘢要注意飲食啦，食健康嘅食物，減少油膩嘅食物啦。小朋友喺成長嘅過程裏邊係非常之需要有適當嘅運動嘅。咁你運動嚟講嘅話，就絕對唔係而家佢哋好中意嘅手部運動啊、打機啊嗰啲啦。講緊嘅係一啲心肺嘅活動定每個禮拜有定期嘅心肺活動，要一段持續嘅時間嘅。咁但係當然啦，唔可以太劇烈，亦都唔可以話喺而家咁熱嘅天氣啊，喺啲過度高溫嘅環境之下進行，因為都可能會影響佢哋嘅身體嘅。咁以上呢幾樣嘢咧都可以控制小朋友嘅體重啦，減少呢個肥脂肪。因為如果脂肪積聚嘅話咧，唔單止積聚喺個肚腩上面啊，當佢積聚喺條頸或者口腔上呼吸道周圍嘅時候咧，佢會導致佢嘅上呼吸道好容易喺瞓覺嘅情況之下造成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嘅。咁除咗咁之外嘅話，當佢俾耳鼻喉科或者兒科醫生檢查，如果小朋友個鼻有鼻塞啊，或者有鼻敏感嘅情況之下咧，都需要可能會用啲藥物啦，譬如係一啲鼻敏感藥、口服嘅鼻敏感藥啦，又或者係一啲類固醇嘅噴鼻劑，去令到個鼻哥塞嘅情況減少，亦都可以令到個鼻鼾啊、睡眠窒息嘅情況咧有改善嘅。咁到最後嚟講嘅話咧，如果病人真係小朋友仍然係有睡眠窒息啊，或者鼻鼾好大嘅話咧，係可以考慮，而佢嘅扁桃腺又係大嘅，或者佢嘅鼻咽嘅增殖體都係大嘅話咧，咁就可以做一個手術，將個扁桃腺割咗，同埋將個增殖體去割咗。咁由於呼吸道裏邊冇咗呢兩個咁大嘅淋巴組織遮住嘅話，小朋友唞氣會暢順咗，瞓覺嘅時候窒息嘅機會亦都會減少。廣華醫院曾經做過個研究嘅。咁其實咧，發覺咧有睡眠窒息症嘅小朋友喺做完呢個扁桃腺同埋增殖體嘅手術之後咧，差唔多有40%至50%嘅小朋友睡眠窒息症係會得到改善而可以治癒到嘅。咁另外有70%係因為睡眠窒息症而引起嘅高血壓咧，亦都喺手術之後咧係可以恢復翻正常。咁所以呢一個對於小朋友嚟講係一個好有效嘅手術，係可以考慮嘅。咁到最後你話做呢個正氣壓呼吸機，即係成日用嚟治療睡眠窒息，相對嚟講小朋友咧係較為少啲嘅。咁呢個亦都係最後嘅一個講法嚟嘅。